警方派出臥底混入黑幫，經過9個月搜證，成功搗破2個喺天水圍同埋元朗嘅犯罪集團，更加揭發一間以遊戲機中心作為掩飾嘅非法賭檔。行動之中，警方總共檢獲8部角子老虎機、2萬幾蚊現金同埋一批武器。警方透露，犯罪集團利用遊戲積分兌換現金，經營非法賭檔。8部機咧，基本上咧都係用一啲硬幣咧，係港幣入咗落去之後咧，咁咧亦都係會有一啲點子。如果贏咗之後咧，會有啲點子咧會響嗰部機顯示咗出嚟。之後咧，佢亦都係會係同呢個遊戲機中心嘅經營者咧係換翻佢哋嘅獎金咁樣嘅。警方亦都拘捕咗29個男子，其中7個人係學生，6個人係南亞裔人士，年紀最細嘅只有14歲。佢哋涉嫌販賣毒品、自稱3合會成員以及經營非法賭檔。行動現時繼續進行，唔排除會有更加多人被捕。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